为了让咱台湾的学生会使得到上优质的国际双语教育，中英中学配合政府2030的双语国家政策，甲教育部国际教育2.0的计划，宣布成立国际部，并甲英国文化协会全球伙伴学校的联名签署合作意向书。31号举办国际部的揭牌典礼，同时由着校方来报告未来的规划。校长表示，国际部除了培养会使甲国际接轨的人才，也希望学生会使透过国际部来实现家己的梦想。我想办理国际教育，然后经营发展这个国际课程，最主要的就是要培养我们的孩子在未来的世界里边，具有这个全球移动的能力，还有他们在基本的一些思辨能力的培养。透过这些国际课程的办理，让他们有具备这些国际素养，让他们在未来的世界里边走的路可以比别人更宽广。会后，校长也带领与会人员来到行政大楼2楼，了解国际部的教室甲相关的设备，会使看到这些设备拢是上新上好的。校方也是希望为学生打造上优质的教育环境。中英中学的国际部预计伫110学年度开始招生。国中部上少20位，高中部10位。有兴趣想要了解的民众，嘛会使向中英中学来做咨询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